即时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2章30节到34节。出埃及记32章30节到34节。白话字圣经伫咧100页，台语汉语圣经伫咧95页，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。现着我来读。过日，摩西对百姓讲：“你有犯重罪，我胆要上去耶和华遐，检菜通互恁赎罪。”摩西倒转到耶和华遐讲：“哎呀，这个百姓犯重罪，为家己做紧的上帝。当你若要赦免因的罪，若无，求你对你所写的册刺去我的名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啥物人得罪我，就对我的册刺去伊的名。当你去带遐个百姓。”去我所甲你讲的所在，看，我的使者要行伫你的头前，独独到我办罪的日，我要办因的罪。以上，现在请本堂老应验团队来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：徛伫破口伊，若是你肯，若无，徛伫破口伊。若是你肯，若无。兄弟姊妹平安。咱今仔日透早会使阁见到彼此，实在是一个恩典，是毋是？感谢主。气爆虽然无伫桃园，总是伫咱台湾，伫咱同胞的心上。咱诚做主的囝儿。咱真愿望，伫迄天试爆的时阵，咱会当徛伫迄个破口。9点外的时阵，有人有闻到雅斯味；10点外的时阵，一直敲电话。咱愿望，伫迄个雅斯讲的破口，有人徛伫遐，有人会使阻挡这个悲剧。迄阵咱伫倒位？迄阵咱祈祷吗？迄阵咱安然咧困吗？安然啉食吗？主今仔日有4遍的机会要兴起咱，诚侪兄弟姊妹、教会、台湾，甚至是全世界，咱要诚侪迄灾难破口，咱要来祈祷，咱来彼此来祷告，咱来学习，咱三甲来祈祷。阿爸，阮真正袂明白，真侪时阵，特别是伫灾难的时阵。主总是阮会当明白这项代志，就是你十字架顶的宝血，会当洗清阮的罪，互阮因为你的死告我，互阮有愿望，也因为你呼召阮，阮军队里会正经里，阮就是爱起来，认罪悔改，为着这块土地得到医治。主，恳求你赦免阮做无够的。主啊，对今仔日起，阮更较济伫主你的内面彼此祷告，徛伫迄破口中。主，阮来甲你连结，甲你来同工。恳求你，互阮明白你的话语，你智慧的光来照阮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明白福音的意义。阮安尼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免。伫中国共产党要接管中国大陆之前，
对伦敦有去到中国的山区，有2个姑娘，宣教师因去到中国大陆的山顶内面的病院来做服侍，做医疗的传道。有一天，因为着病院内面需要互遮的员工来薪水，所以因去镇上去市内去银行领钱。总是有一寡代志，互因耽误，无法度伫个天暗之前，转去甲因一个病院，所以因就爱伫暗暗的所在，山区内面，山区真侪啥物？即个啦，土匪啊啦，搁真侪啥？7月真侪啥？飘来飘去的吼。因有惊吓无？无啊！真烦恼讲，即几地钱会互抢去袂？淡薄仔烦恼啊，总是伊心内有平安，因为因是奉主的名去宣告。只是无人有法度保护伊，只有主耶稣。所以即摆会使做的是啥物？祈祷啊！兄弟姊妹，伫咱人生真济的时阵，有真济毋是咱有法度过的，咱通控制。真济无确定的，真济拄拄着无要安那？有啦，祈祷嘛。所以祈祷就是互咱一个本能，本来有的能力，敢若呼吸一样。刚好咱若是伫个真无法度，毋知会当做啥物的时阵，落来跪落来祈祷，总是毋好等到迄阵哈，刚好。咱量早固定照3顿祈祷，若有食宵夜嘛爱祈祷，刚好。咱伫这破口中，咱有主的保守。过顿工，因就平安转去甲因的病院，甲遮的钱拢分互即个员工，互做圣工。2礼拜以后，因病院来即个人，即个人来的时阵真严重，去用枪伤，打枪的伤痕。即个人剩一蕊目睭，剩目睭，其他拢包甲捌。总是伊看到即2个姑娘，宣教师古早拢讲姑娘嘛吼，讲4字，互大家拢惊着。答4字，我见过你。这2个女的宣教师，居然见过有名的枪击要犯，在哪里？我伫倒见着你，都伫2礼拜前山区，敢无？恁敢无去啊？有呢。恁摕几粒地钱对无？你拢知你甲阮军队吗？无军队，但是阮半暝要去甲你抢，总是抢袂来。什么原因抢袂来？恁遐落有27个兵丁徛伫遐，面抢真歹哦。阮都真惊吓，只好算啦。这2个宣教师姑娘转去因家己英国的彩会的时阵，因分享这个见证。这间教会干事就亲像咱教会干事一样啊！真认真，啥物拢记。地魔术教甲足好势，因迄教会可见嘛有一个地魔术的款，因有去查。哎呀，这天祈祷会为着啥物代志祈祷？这2个伫中国大陆宣教的宣教师祈祷，恁想着啊吼？这遍祈祷会有几个人？几个？27个。每一个代祷者，拢伫你看袂到的所在，灵感拢真多。另外一个人被代祷的人会保护者。咱甲主同工，代祷就是安尼。总是你会问传道，讲传道啊，我请问你，若这2个宣教师若无迄天若拄好祈祷会，取消无祈祷会，这2个传教士毋着无人保护，
你的意思敢安尼？敢安尼？敢安尼？毋是啦，有主保护因两个，女的宣教师，女的姑娘。那是安那还佫需要阮来带导？当然嘛需要。你若无起来为人来带导，你就甲主无关系。没有关系，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什么关系？伫圣经中间，咱上容易犯的一个罪，总是咱拢毋知，就是伫撒母耳上卷12章23节，伊安尼讲。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至于得罪耶和华。在伫我绝对无停止为恁祈祷，直到安那得罪耶和华。伫遮明明甲人讲，咱若无为人代祷，咱就得罪耶和华。可见为人代祷是一个责任，嘛是一个特权。什么种的特权，咱会当甲主同工？你敢无有这个经验？当你为人祈祷的时阵，要也成就，要也这个人的性命伫造就，主的旨意伫成，你是毋是感觉足欢喜的？是。咱若彼此代祷，咱甲主就有关系，咱甲主的圣工就有关系。有关系，罪就甲咱没关系。咁好，咱就斗阵来学习，彼此来代祷，彼此徛伫迄个破口来代祷。真正祈祷，或者是算容易，因为咱有需要，咱就会来祈祷。总是为人别人来祈祷，咱毋是本性，毋是咱天然的做，咱一定爱彼此来提醒。伫楼骹，咱就有为着未来，咱教会要安怎行，甲未来的主任牧师，咱搭伫遐，要来彼此代祷，一个提醒，因为咱人真软弱。咁好，咱拢来斗阵来敬正祈祷，来甲主的工有关系。主要邀请你，愿意承接这个挑战无？为人祈祷真正是挑战哦。总是你若愿意承接这个挑战，上帝就要甲你安那赞许。你愿意承受这个挑战，神就赞许你。跟神一起来同工，所以咱要来有一个学习，有4讲，伫这礼拜、后礼拜、甲11月、甲12月，咱拢有安尼学习。伫这中间，今仔日咱要对摩西来学习。伫这4讲内面，咱拢要来思考，嘛要来回答这4个问题，嘛是咱定定拢有的问题。咱是安那爱为别人祈祷？是要为谁祈祷？应该爱安那祈祷？咱应该要祈祷什么啊？祈祷什么啊？这4遍，咱拢要来学习，来回答这4个问题。今仔日，咱就对摩西要来学习。摩西伊安怎为着别人来祈祷？伊为着谁来祈祷啊？乖乖的吗？无啊，伊为着啥？蒙恩背义的百姓来祈祷。安怎讲啊？摩西回应耶和华上帝呼召，对安那来要带领伫埃及。这群真艰苦、做人劳力以色列民，要甲因带出来，要去倒去？要去倒位？要去老尼甲密的什么所在？这是倒位？咱这是倒位？咱敢有想讲，咱身躯边的人真艰苦，就亲像以色列人因伫埃及同款。受捆绑，做奴隶，做啥物的奴隶？做罪的奴隶。咱敢有亲像摩西同款，想要互主呼召，甲咱身躯边的人，拢带到老尼甲密，有大福气，有稳定的迦南
基督长老教会，迦南这个所在，要因为你甲我，嘛要甲安尼的福音传出去，呼召人来出因家己的埃及，要出因家己受到捆绑的，伫罪恶中间的，伫惊吓中间的，伫艰苦中间的。敢好咱嘛来成做一个，互人带人出埃及的人。摩西带即阵人，好带歹带，哦，介济啦。念伊讲安那枵，念伊讲喙焦，念伊讲安那枵巴叉。摩西拢来求讨即个上帝，拢互因安那，拢互因得到帮助，有真济恩典一中间。但是上帝真疼因，知影因要入去迦南地的时阵，遐本来就有一寡民族，遐个民族是毋是拜上帝，所以耶和华要祝福伊的百姓，要互伊的百姓安那活伫主的祝福内面，所以爱互因有一寡遵守诫命，是为着要祝福因，无互因落伫迄个罪恶中间。就是10句话，啥物10句话？除了我，你袂当有别个上帝。第二个祝福是啥物？毋通家己雕刻偶像。第三个是啥物？毋通南山称耶和华的名。这拢是安那？这毋是要限制你哦。我定定甲少年讲，这10句话是要祝福你，互你活了，因为真理，互你有自由，互你得到祝福。少年人的讲法安那讲？换句话讲，第一戒就是安那？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，没有别的神，好吗？这就是上帝祝福，因为迦南地足侪神明，迄神明拢安那？较低层次的，咱叫做民间宗教。民间宗教就是讲，我干那地狱，我活伫即中间尔，互我食会饱困会去，互我安那？无代志，平安无代志，安尼叫做民间宗教。总是咱基督徒，搁较侪恩典是死了后永生。所以，伊互咱的一个祝福是上悬的，所以咱免拜较济，咱只要拜这上悬的。咱只要安那听伊的，因为伊是听，伊是信息，伊是大权能的。第二个命令，第二个祝福是啥物？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。少年人安那因较听有。袂使摕别个来安那替代神，简单讲就是安尼。咱袂使摕别项，啥物别项？名、钱、人际关系、权，毋好用你所爱电动玩具，毋好用啥麻雀，毋好用啥别项来替代上帝。第三个，毋通妄称耶和华是啥物？少年人讲是啥物？口心行动合一，你毋好嘴讲啊主啊主啊，我听你，结果安那气甲要害去，咧厝诶拢甲爸爸妈妈冤家毋听话，这就心口不合一。这是上帝祝福以色列人，所以上帝真听因，互因这10句话、10个命令，互因要祝福因。所以摩西得到这个祝福以后，伊就甲百姓讲。百姓嘛，同心应讲安那，耶和华所讲的话，阮拢要来遵坛啊！哇，就开始立约，迄阵啊立约安那12个支派，徛12枝条，而且安那摩西将火一半放伫盘内，一半安那休伫盘的。哇，因讲我拢立约，要甲主来立约，这10句话，阮拢要来遵守，成做人生的安那指南针、方向盘。赞！耶和华讲来，安尼好，你来上山，我来用一个安那石碑，你甲刻咧内面，咱拢会当会记哩哦。摩西就甲遮安那，甲约书亚就去咧山顶上山，要来刻这个石碑。伊甲长老讲安那，长老，咱遮做侪长老吼，讲安那，我今仔要来山顶哦，恁安那，恁踮一只，听候阮转来哦，看阿伦啊，交代有好势。人若有代志，通来遮找因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摩西拢交代好啊，伊要上山。摩西是领导者，咱的教会即马看起来无主任牧师，交代上正长老、正兄弟姊妹，咱嘛来担起这个责任，咱嘛共同来牧养主要交代咱的样，咱三体系，咱三角来经过途径的道路。摩西上山去，伫遐甲主来相拄，总是去哩了后，几工拢无落来，一工、三工、5工，毋是几工，40工。这40工中间，百姓安那？哎呀呀呀呀！哦，当这摩西是拄着啥代志？40工拢无来，哇！安尼袂使，袂使，袂使，心开始无平安、无信心，因就安那做牛，煮一个牛仔囝要来拜因。伊袂记哩，这个上帝是救因的上帝，却是安那换迄个会食草牛的上呢？哎呀，得罪上帝啊！10条戒，大家才立约尔，这个时已经得罪上帝。然后我对摩西讲：“你落去啊！你的百姓已经安那得罪我，我安那我要来灭亡因。你雇载我去，我要来安那要来处罚因，灭无伊，互你真做大国。哎呀，即嘛真大的试探要互摩西，讲摩西。”干那你要留你的阿户的，要互你成做大国，遐我拢要来甲灭无。摩西安那讲，毋通啦，伊安那祈祷，伊无为着家己哦。伊讲主啊，你是安怎来生气啊？这是你的百姓呢。伊用主的话，用主的应允讲主啊，这是你用大气力来甲对埃及去地领出来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。主啊，你毋通互人讲，埃及的人讲啊呐，你领因出去，却是要降灾互因啊，害因伫山顶。主啊，恳求你是怜悯的恩啊！你毋是有甲阮立约？主啊，恳求你想去纪念你甲迄个亚伯拉罕、以色列所立的约啊！摩西安尼祈祷，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祈祷。摩西知影上帝的心意。嘛来竞选亚伯拉罕、以撒甲雅各的后裔。摩西按照上帝心意，有智慧百姓来求，无替百姓来求，无顾家己，是要用上帝的心意有智慧来求，求上帝来帮咱。摩西安那，摩西就想到，对，这是主要予伊的。搁一遍，伊安那。伊到主的面前，主讲好，你安那到我的面前，我要来赦免因，因为你来求叫我，我就要来赦免你。因为安那摩西安那做，伊叫利未人来到这营中，要甲迄个得罪上帝的安那拢来除去。摩西讲，恁献家己伫耶和华面前，逐人攻击因的犯罪的，今仔日。主要来束缚你，就是讲，咱若是犯罪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摩西呼召百姓，家己爱清洁家己。你若得罪上帝，咱爱互家己来清气。咱若有咧要为人祈祷中间，咱先用恳求主来赦免咱的祈祷，主才要听咱的祈祷。摩西继续安那来祈祷咧，伊讲：主啊，求你，你若愿意恳求你赦免阮的罪。若无，求你对你所写的册擦去我的名，无要紧，我的名无记伫遐，无要紧。这就是代祷者的牺牲，代祷者咱来承受，爱付出这个代价。你为人祈祷，你敢愿意付出代价吗？代祷毋是干那一支喙啊，剩一支喙尔。代祷是主啊，教会即马无主任牧师，主啊，你兴起教会，就再见啦。
主啊，你是爱咱祈祷时阵爱主啊，兴起教会，我会当做啥物？主啊，兴起教会，我若有得罪你的，恳求你赦免。我若是想的无合你主意的、旨意的，主恳求你调整我的心。祈祷搁较济是主来调整咱的心。摩西安尼祈祷，上帝来回应伊。伊讲：我要找使者伫你的头前，我要赶出迦南遮的各族的人，带你到流奶甲蜜的地。因为我无要甲你去，因为遮的安那是硬井安军硬的百姓，惊了我伫路的灭无你。摩西安尼讲：主啊，你袂使啊，你一定爱交阮去啊！你若无要亲身交阮去，你都毋通安那带阮对遮去哩啊！主啊，你敢会当交阮去？咱看见摩西甲上帝有一来一往，咱的上帝是会当互咱甲伊一来一往的。咱的上帝毋惊咱甲伊安那，毋惊咱甲伊发脾气呢？咱若心里难过，咱心内艰苦，咱会使甲主讲：主啊，我真苦啊！主恳求你帮助我。主啊，我的囝拢无乖啦，啊啥无乖？啊，著伊讲的我拢袂听啦。咱若去祈祷的时阵，主著要互咱看见讲，咱做老爸，咱做老母的，咱教囝的时阵，因无爱听是啥物原因？主会互咱看见，讲原来是伊要爱你看伊一下。咱有偌久无看咱的事实，咱有偌久无听咱事实讲的话。传道有一个个案，伊大学的时阵，拢无好好读册，读数学系。因老爸活囝，所以伊足气伊的老爸。伊有一天，拄啊去拍麻将。大二的时阵，经过一个所在，人咧分传单，讲啊呐，天国近了啊，世界末日到了，一张单互伊，伊就够气的。但是迄张单啊呐，也是甲摕来，囥诶落地啊，想讲转去要来用火甲烧烧咧，因为伊迄天去拍麻将输，心内真艰苦，是安怎艰苦？伊诶老爸嘛是跋筊。结果伊家己讲安那，伊嘛是拍麻将。伊讲是安那，我的家庭拢伫安尼循环内面。敢讲阮的家庭，阮的命就是安尼吗？伊转去甲伊的宿舍，甲落地仔的物件钱囥咧桌顶，迄张单嘛囥咧桌顶。有一排话，有一位上帝。伊是天里的爸，伊真疼你。伊毋是教会人，看到即句话，规个拢软落来，吼大声吼大声吼，讲若是即个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，我要信你，无我就安那吊起啊！我要信，虽然他讲是天国近了，我很不甘愿，这阿爸，但是若是真的。我要信。过段工，伊就去找伊的朋友，伊的朋友是教会的人，伊就带伊去教会。去教会了，伊就开始改变，开始无搁有朋友来带伊去拍麻将。伊就改变，伊就讲：主哇，我的家庭敢会当命运即个赌博的命运，敢会当离开我的厝？若是你是搁真搁坏。敢通伫我的心上，我愿意为着我的老爸，我愿意为着我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伊信主了后，伊继续为伊的爸爸来祈祷。总是伊的爸爸也无改变。有一天，伊的爸爸打电话给伊，叫伊去捷运等伊。伊去捷运看到伊的爸爸，伊为揽因爸爸。哭，
因爸爸甲讲，伊互因妈妈赶出来，因为伊跋甲厝家拢无去，伊跋甲去互赶出来，穿一双钱拖。咱做事世会当为着咱的家庭、咱的爸爸妈妈做啥物？囝，你敢通去银行借钱，互我这边一定会赢。要阁跋啦！你若要阁跋筊，你若要阁跋，你就会阁跋倒。要借伊无？伊揽因爸爸讲：“爸爸，我为着听你，我袂当借你。”因爸爸就安那，靠！你可怜我。当然，伊无伫听内面，伫信用、伫性命的造就上，伊袂当互伊的爸爸搁跋倒、搁跋筊。伊叫因爸爸来甲伊住，虽然伊住伫宿舍，总是伊甲伊嫁长伊遮朋友，互伊的爸爸慢慢。虽然伊无看到因爸爸完全改变，因为有一天因爸爸突然过身，总是伊也是对上帝有仰望。有一天伊灵修的时阵，心内足激动，有一个声叫伊讲：“你紧敲电话，叫恁妈妈讲，毋好互你的弟弟出去，毋好互你的弟弟出去。”伊就紧敲电话，6点外讲：“妈妈，毋好互弟弟出去哦，因迄阵因弟弟在国中。”因妈妈讲：“哪会使无去学校？毋好互伊出去。真诶，我的上帝有甲我讲，拜托诶，你著今仔留伊咧厝就好。我等下无课，我随转去陪伊，我家己教伊数学系。”因妈妈讲：“你有够奇怪呢！伫人来看是奇怪对无？无爱互国中诶去上课，总是信心家提醒，伊为着伊诶厝一个破口来祈祷。伊讲：我即马学校读好，我随便转去。讲你这奇怪的囝，你这上帝真奇怪。因妈妈嘛是听这个囝，因为大囝嘛，大囝已经无老爸，大囝的话，淡薄仔听一下。到下晡的时阵，这个奇怪的上帝变啥物？奇妙的上帝。因为因弟弟是要去甲迄即群朋友，要去骑奥多摆去，要去抢劫。一个破口的祈祷，拯救一个少年人。你敢知？这个少年人毋是一帆风顺了，伊的弟弟尾啊经过足侪代志，因弟弟尾啊嘛是陷落伫跋筊，总是即马有机会会当请伊来做见证。伊安怎对跋筊中间变正多，甚至了规个翻转。伊即个弟弟高中毕业尔，伊这哥哥甲阿嫂拢硕士毕业，拢高中老师。总是因弟弟尾啊去做水电，赚的钱比即两个哥哥甲阿嫂搁较济，而且足听主的。感谢主，这奇妙的上帝，虽然咱有当时听起来奇怪，总是你有信心无？咱刚好为着咱的老爸，今仔日是父亲节，咱虽然无礼物互老爸，因为咱的教会回应上帝，咱为着宣教，为着满年50年。咱都决定要把家己的父亲节礼物、母亲节礼物，要献给上帝。上帝感谢咱的献上，总是咱儿女为着咱家庭，咱为着家庭，伫破口中间来彼此祈祷，会互咱的家庭拄着奇妙的主。咱若学习摩西咁好，付出代价，毋是干那嘴讲尔。咱爱去做一个基督徒的款式，亲像我这个朋友，伊的规家剩一个人还未信主，规家族哦，拢总信主，互主来伫因的家庭做真奇妙的代志。上帝尾啊，经过摩西甲伊的祈祷，伊嘛应允甲伊弟弟，而且安那过一遍，祝福因，互因有伫10条街上有。搁享受因一个祝福，互因来
会当军队主也嘛来，互上尾互因进入甲迦南地。虽然摩西无甲因入去，总是主讲摩西甲摩西亲像朋友一样啊。甲主真甜蜜。咱为人祈祷，咱祈祷毋是干那为着代志咧祈祷。拄仔传道有讲，如果咱无代祷，上帝犹原保守，因为主掌权。总是你若无代祷，你若无祈祷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足可惜。刚好咱徛起来，咱来祈祷，跪落来，为着咱家己伫主的内面，甲主有亲密的关系。主要启示你，你看袂到的；主要来兴起你，主要互你的人生有更较精彩甲意义。咱来学摩西一样，因为伫个诗篇内面讲，伊讲咱毋是摩西伫个迄个决裂的时阵来倚靠主，来挽回主的生气，行了主安那就袂无因啦。所以摩西为着遮的正百姓。徛起来来祈祷，摩西是咱来学习代祷者，伊有安尼特质，毋是为着家己按照主的心意来求，伊互家己无得罪主，有听，佮承担，愿意付出代价，愿意伫主的内面，甲主连结，咱就有真甜蜜，咱的人生就会真有一个把握。总是这个世代虽然真无确定。总是会有一个确定，会主甲咱直直要经过任何的状况。这礼拜咱有小组，咱嘛要斗阵来分享这两个题目。咱会当伫咱的一个小组内面提出代祷。咱每礼拜拢有安尼做，感恩甲代祷。刚好咱加上代祷了后礼拜后厝的聚会时阵，咱就来见证一位佫真佫活的上帝。咱会当来体验伫主的内面三体系。三代祷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假使阮要安怎祈祷的主，阮感谢你。你听见阮内心有一个决定，为人祈祷的责任甲福气，要临到伫阮。主，阮心内有想到一个人，有一项代志。主，阮要来祈祷。主，阮要跪落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帮助阮，还是亲像摩西一样，互阮来经验为人祈祷，甲主连结是何等的甜蜜。阮为着安尼恳求感谢，阮也要用主你的祈祷文斗阵安尼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离弃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